后来今仔日受到黄酸雨、滞留方面甲西南风的影响，中央气象局下晡针对全台湾16个县市来发布着豪大雨特报。水利署嘛针对着宜兰县来发布着淹水的警报。详细状况来听气象局最新的说明。 台湾就在这个地方，台湾的东北侧就宜兰这地方有一个粉紫色的云正在发展起来，这就是我们提到的中小尺度的对流系统。像这样的对流系统，它的下方其实伴随的都是非常强的降雨。搭配雷达回波，我们可以看到台湾附近，现在台湾上空大概都是偏黄到偏红的色块。 刚刚提到的宜兰花莲交界这个地方，红色区块相当大块，这代表是降雨是非常明显的。所以说，我们还是要提醒哦，气象局目前针对宜兰跟花莲，尤其是宜兰地区，也有发布豪雨特报。除此之外，锋面影响着，还有西南风影响的，在整个西半部地区，刚刚提到中午过后，整个雨势都明显起来。目前包含整个苗栗以南地区。 宜兰花莲地区，还有基隆北岸、大台北山区都有大雨发生的机会。另外，在高雄、屏东跟宜兰地区，甚至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机会。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今天，尤其下半天到入夜之前这段时间，降雨相对来说是非常的明显的，相对来说范围也是相当的广。这时候降雨强度也相对是比较强的。 明天白天之后，我们要提醒锋面还是在台湾的上头，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。西南风带来对南部地区可能都还是有一些局部大雨或发生的机会，山区甚至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情形。但是我们相比之下，今天跟明天这样子的雨量图来看，可以看到明天要发生像昨天、今天这种有局部 大豪雨等级以上的雨量，几率来说相对比较低一点的。预计这一道锋面持续影响到周四、周五之后，锋面逐渐的远离开台湾。天气来说，在西半部还是不稳定，但是整体的降雨的情况会慢慢的缓和下来。 周六之后受到西南风的影响，到时候是西半部地区比较容易下雨，东半部特别注意，还是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，温度也会在逐渐的回升。